在个新闻来关心赛车乡亲关心的代志，有赛车拢知影，汽车停伫这个黄线，3分钟内乖乖驶走应该无啥问题。不过要注意，你停的所在车头还是车尾有小可探到红线，一丝啊，嘛是会有接罚单的可能。高雄多一个负责人停车黄线，因为较短，无特别去注意，地主讲接到2张罚单，因为违规是事实，只好乖乖啊去纳钱。 汽车临停，车身几乎都在黄线内，不过后方屁股压到一点点红线的停法，不管你压到多少，只要有人检举，就会立刻被开单。一张的罚单，让这位民众真生气。检举对照相。 2个月来，车临停伫这条黄线顶面，所以因为部分车身超出黄线，都一直被检举。整条路的那个商家，你要怎么让人家怎么去方便？ 来到现场，高雄定清路拢画这红线，但连接这条黄线，却只有短短2.3公尺。车主就是因为车身超过这个长度，一无注意，车尾就缀伫这红线顶面，想袂到，安尼已经违反交通法规。它的车身跟引擎盖那边一定会在红线的领空，那这部分都是属于红线违停。 这条红线确实相对正常3公尺，为实原因其实是方便机车临停，因此汽车一停就超线。警方嘛强调，黄线临停只当3分，暗时8点到过灯工早时7点开放停车，若是你缀伫红线就有人检举，就会当开出900块的罚单。下车的时候会检查一下。下回若想要临时停车，一定要特别注意，以免一时方便，互家己的钱包啊揪水去。